你哋有冇玩過呢一種滴滴金煙花？閃閃嘅金光，燒得好靚好浪漫。雖然過程短暫，但係個畫面非常難忘。同樣地，我哋今日要介紹個主角，飲佢嘅時候過程非常之短暫，但係佢頂級嘅香氣同味道都可以令我一世難忘。佢就係被全世界奉為液體黃金嘅傳奇 Chateau d'Yquem 滴金酒莊。今日 Why So Funny 就帶大家走入 Sauternes 嘅貴腐酒世界，睇下滴金酒莊係點用貴腐菌去創造自己嘅葡萄酒傳奇。首先要講滴金酒莊，就一定要講貴腐酒嘅由來。貴腐酒源自歐洲嘅特殊產區，最出名就係法國波爾多嘅 Sauternes。呢個現象係一種真菌貴腐菌所帶嚟。Sauternes區有兩條河交匯，朝頭早帶有濃霧，下晝出太陽，早濕晚乾嘅微氣候令到貴腐菌完美生長。貴腐菌會刺穿葡萄皮，令水分蒸發，糖分、酸度同埋風味都極度濃縮，葡萄嘅外表就好似爛咗一樣。但偏偏呢一種葡萄釀出嚟香氣爆棚，甜而不膩，層次非常豐富嘅甜白酒。你可能會問，全世界有咁多貴腐酒，滴金酒莊同普通嘅貴腐酒有咩分別啊？滴金酒莊擁有獨一無二嘅風土，位置得天獨厚，貴腐菌感染得最均勻、最完美，再加上極致嘅手工，每年葡萄採收期長達6至8星期。酒莊嘅工人逐粒檢查，反覆篩選，只係摘取最完美嘅葡萄。據說一棵葡萄藤嘅葡萄摘完出嚟，最後可能只係釀到一世杯嘅貴腐酒。論到歷史地位，更加係無人能及。喺1855年嘅波爾多分級制入邊，滴金酒莊係 Sauternes 區唯一嘅超一級莊，即係比一級酒莊再高一級，亦都係唯一一間嘅超一級酒莊。呢個地位到至今170幾年入邊都冇動搖過。味道方面，只有滴金酒莊先可以做到嗰種甜而不膩，帶有蜂蜜、杏脯、芒果、菠蘿、焦糖、堅果、橙皮、礦物或者係陳年奶油糖果嘅味道。每一種味道都好似排住隊咁樣出嚟迎接你，嗰種香氣撲鼻、齒頰留香嘅感覺。飲完之後，我淨係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，係刻骨銘心。佢嘅陳年能力都非常驚人，一支嘅滴金貴腐酒陳年潛力可以達到50至100年。你可以形容其他貴腐酒係甜酒，但係滴金喺酒友嘅心目中係藝術品。滴金一出場，無論係德國、匈牙利或者其他 Sauternes 嘅酒莊都要行埋一邊。d'Yquem 酒莊堅持完美，淨係會出好年份，如果唔達標就寧願停產。個名真係冇改錯。滴金酒莊每一滴都係滴滴金，飲完滴金就好似燒完一支最靚嘅滴滴金煙花一樣。飲完滴金都諗起 CY 唱嗰首滴滴金。人無憾了吧，一起燒過煙花，滴滴都是愛，似撒下了金沙。係咪好正啊個 feel？但係對我嚟講，滴滴金，但係滴滴都係錢，我撒下咗我嘅銀包。所以 d'Yquem 真係唔單止係甜酒咁簡單，仲係貴腐藝術嘅最高境界。酒友們，聽完我咁講，有冇少少心動嘅感覺呢？如果你有機會，千祈唔可以錯過，就算只係細細杯，都已經足夠令你回味一生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住訂閱我哋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另外，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。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。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